點樣嚟信和中心睇清點眼鏡？旺角地鐵站 U22出口銀行中心，然後行出去彌敦道，向左邊一直行，大約5至10分鐘，就會嚟到信和中心。21樓。21樓靈異室，全店以假加鏡片套餐發售，價錢親民，過千個款式任你揀，而且款式每個月都會更新一次，啱晒鍾意轉款嘅你。我哋有醫療券提供俾長者使用，敬請預約。套餐最平開始208蚊就有，文青款式，有被托膠架款式，時尚膠架款式。眉毛架款式，時尚金屬架款式，半框款式，女裝金屬架款式，童裝眼鏡款式。Titanium 款式，我哋接受以上嘅支付工具，選購和驗配。